但去日前发生机车无小心弄到外籍康护所塞的轮椅，造成轮椅顶的护林人受伤事故。有关林议员都来要求厘清责任，嘛是要凸显因为林行道违规停车、破损无维修，以及空间被占用等严重问题，产生机车甲人行路权的冲突。伫总日顺积极替市民请兵。会中市长嘛留意到台南市人行路权，家己只拍45分，答应后一个会议进前一定会通盘检讨。他怎么靠路边？尤其轮椅又是需要，甚至假设我们就算骑楼或是旁边是畅通的，有没有办法是平缓的？这都是一回事。无障碍做得怎么样？其实讲到无障碍又更心痛，连畅通都没有，更何况平缓。再来，一样是人行道的问题。我本来是想要请市长为全台南的人行道打分数，但是这毕竟台南幅员辽阔。想请问市长，如果对永康的人行道打个分数，市长给几分？应该是45分吧。45分，真的很低，真的很低，当掉的那种低，对不对？但是45分就是有补考的机会。那市长觉得这些违规停车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3个原因，第一个驾驶习惯，第二个骑楼或是人行道的一个设置不当，第三个就是这个空间的配置的问题。另外，议员嘛针对台南市近年来房价一直起，不过伊眼眶规例却是空厝市网使用率偏低，进一步诉求徛起的正义，希望市府评估7月上路的房屋税修正案，也就是俗称的囤房税实施的效果。对此，市长强调，厝是用来住，不是用来炒。伊嘛鼓励厝主参加包租代管，对租甲大拢保障等社会主体政策。台南新闻，军吉林根采访报道。